老牌影星中，我最欣賞一雙水汪汪大眼嘅蕭芳芳。最近傳出佢病危嘅消息，佢長期受耳疾嘅困擾，雙語幾乎失聰，曾經多次入院治療。最近更傳出佢因為病情惡化而受到病危嘅通知書，消息震驚娛樂界。佢女兒激動，曾喺傳媒前透露，佢母親每捱一日都係折磨。芳姐生命好強，雖然病情嚴重，但佢近年仍堅持參與護苗基金嘅工作，展現堅毅嘅精神。佢生前重情重義，謝賢陳寶珠薛家燕、張艾嘉、許鞍華、林青霞都深切關心慰問。芳姐早年攻讀兒童心理同教育，推動兒童文學係好有力。70、80年代我擔任突破少年總編，喺兒童文學協會上有見面，去一雙水汪汪嘅大眼，透露對小朋友關愛柔情，而今仍然浮現眼前。芳姐，願你嘅童心一直陪伴你喺愛中走完你美麗嘅人生路。